李总来了。哦，王老板，实在不好意思，你今天为我留的位置我可能要取消了，临时有点事情，实在抱歉。没问题呀，嗨，就这点小事，打个电话说声就行了，干嘛还特意跑一趟？也都是到了楼下才临时决定的，那我当然要告知你一声，要不以后你怎么为我留好的位置呢？这就说外了。行了，好了，你先忙，改天再来拜访。OK，那我先忙了，再见。好。今天谢谢你啊。小事儿。不过你那视频可是在公司传疯了啊！你不是平时挺厉害的吗？怎么今天被那黎薇薇欺负成那样，你不还手呀？还有啊，你当着那么多员工的面说什么？你勾引我，还跟我在一起了，你什么意思啊你？哎，你可千万别误会，我可是一点那个意思都没有。那最好。我那是被气的，虾饺和面条交一头，顺着风就进脑子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就飙出那么一句话。看我干嘛？跟我说实话，为什么突然间要换一家餐厅啊？我不是说了吗？我不想吃这家。编，接着编，少来这套。是因为你姐在楼上吃饭吧？我是为了你好，我替你着想的。你说我姐，你未婚妻在里面吃饭，咱们这一帮人进去了，万一碰上了，你多尴尬。可不是嘛，你是我兄弟啊，你替我想的多周到啊，那我得谢谢你，对不对？客气。幸亏啊，我上去没见到你姐，要不然你这姐夫我呀，得尴尬死。带你换一家餐厅。谢了啊，送完我秘书，麻烦你又送我一趟。我跟你说啊，你得对你的这位秘书好一点。要是有一天你欺负他，让他生气，你的这位秘书逃跑了，我随时接手啊。今儿这事儿可是你跟你亲妹亲手造成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不会是看上林美雅了吧？喂，妈。你在哪儿呢？赶紧回家。什么事儿啊？回来再说吧。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来。怎么了？老太太叫我回家。得，你回去吧，别让老太太等急了。走了。慢点啊。
王元君，再来一壶。哎，谢谢。还是少喝一点吧。没关系。いらっしゃいませ。请问你要吃点什么？给我来一份谷米饭吧。嗨。欧阳，给我下来！这就是你擅自做主换来的新秘书。巴黎归来的留学生，导师推荐的优等生。爸，这里面有误会。爸，这个女人叫林美雅，是个孤儿，很小就被养父领养。她的养父经营着一家街边大排档，3年前赴欧洲留学，原本与公司的一个部门经理是恋人关系。但是前段时间留学归来，和欧阳在飞机上拿错了行李，从那之后就缠上了欧阳，同时立即和她的男朋友分手，也不知道她用了什么手段，成为了欧阳的秘书。姐，你有没有搞错啊？这陈哲甩林美雅。郝瑞，通知人事部，立即开除林美雅，让原来那个秘书回来。爸，林美雅工作能力很强的，今天是李维欺负她，她一气之下才说出那种话的。她根本就没有勾引我，我们也没有在一起。一个好姑娘，一个正经姑娘，能说出这样的话吗？公司上上下下怎么看你，你知道吗？你以后怎么接待这个公司？你说，我管他们怎么看啊，反正我也没打算进入这个公司。林美雅没有错，你要是开除林美雅，那就把我也先开了。哎呀，这个天主！哎呀！要不要再给你加点什么？哦，不用了。吃啊！什么时候出来的？出来有些天了。不是还有1年吗？我表现好，提前释放了。
你过得好吗？小瑞他好不好啊？这种事情为什么不早一点制止？对不起，爸，我已经警告过欧阳，让他开除林美雅，但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也是我始料未及的。你在外面住的还习惯吧？还行。习惯就好，早点回去休息吧。哦，那爸你也早点休息。不哭了，瞧着委屈的，哭的不好看了啊！行了，别哭了，等你哥回来，我们好好说说他。爷爷，爸妈，这么着急把我找回来，有什么事儿啊？站起来！那边去。坐过去。李董，你怎么回事？她可是你亲妹妹，你怎么能帮着外人一起欺负你妹妹呢？微微从小到大，我们可是连一根头发丝都没碰过。那个李美雅竟然敢打她，她是不是给欧阳做秘书啊？明天你就带我们全家去找她。爸，你也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我倒要问问她凭什么打人。我去。爷爷，爸妈，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商量，别着急嘛。动了气伤了身体不值得。微微，别哭了，洗过了。既然今天微微主动把这件事情提了出来，那么我这个当亲哥哥的，觉得非常有必要，当着爷爷、爸爸还有妈妈的面，把这件事情说道说道。微微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这个家庭成员中最小的一位，也是我的亲妹妹，我一直都非常爱她。我记得小时候的微微是一个特别可爱、单纯、善良的姑娘，所以爷爷、爸爸妈妈才会格外的爱她、宠她、娇惯她，甚至到溺爱她。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的微微突然间变得霸道、蛮横、不可一世。你们现在可能不知道，我们家微微在外面会变成什么样子。可以说是不知天高地厚。那所以我这个亲哥哥，当他出事的时候，当他在外面丢人现眼的时候，我非常有必要管教管教他。你管教她？我怎么听微微说，那个李美雅扬言说她要替我们管教微微啊？你作为哥哥管妹妹，那你家里来管，你干嘛在外边联合起外人一起欺负她呀？就是啊，轮得到她一个外人来管教吗？就是啊，你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啊。爷爷说的对，爷爷爸妈先别着急嘛，我话还没说完呢。你说，其实今天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家微微把饭菜汤全部倒在了人家林美雅的身上。那上一次林美雅把一整瓶红酒全都倒在我身上，你怎么不说呀？上次我也在现场，人家为什么要把一整瓶红酒都倒在你的身上？你难道不知道原因吗？
你上次是怎么侮辱人家的？你侮辱人家时候用的那些字眼，我当着爷爷还有爸妈的面，真不好意思再重复一遍啊。薇薇，你是一个成年人了，一个成年人就应该懂得控制自己的言行举止，对吗？林美雅是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女孩，没错，她确实没有你有钱，可是人家的钱是靠着她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一分一分挣来的，她不欠任何人，她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所以当你侮辱她的时候，我请你想明白尊重这2个字到底该怎么写。你们看他，他还在替那个林美雅说话，明明是我被欺负了嘛。那个林美雅她自己都承认了，她确实勾引欧阳了。她要是心里没鬼，她干嘛我泼她菜汤她不还手啊？我这是在替天行道。好一个替天行道！我倒是觉得呀，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好了，咱们兄妹俩没有必要当着爷爷还有爸妈的面再争论下去了。这样吧，爸妈、爷爷，请你们到影音室去一趟。我手里边啊有一段视频资料，当看过之后，谁对谁错，将会一目了然。你也来。我来了。什么视频资料？叫什么叫？别嬉皮笑脸的，走了。东东说的有道理，从今天开始，管教微微的责任就交给你了。你们2位就不要再插手了，就不要再管了。微微的一举一动，要及时的向我汇报。明白了，爷爷，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都吃。喂，思雨。喂，美雅，你休息了吗？我还没睡呢。我想你了。我也是，我也好想你啊，思雨。你最近怎么样啊？你爸应该同意你留在国内了吧？还没完全同意呢。不过我找到新工作了。真的？那太好啦！那一切还顺利吗？顺利，你就放心吧。那什么时候结婚呀？喂，喂，美雅，你怎么不说话呀？美雅，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思雨。不对，肯定有事儿。你跟我说，是不是陈哲欺负你了？思雨，陈哲他跟我分手了。啊？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跟我说，你快跟我说，没关系，你就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当初我就不应该让你走。说来话长。总是在这种时候，思雨
像是一块强大的海绵，它会静静地倾听我的诉说，并且接住我的眼泪。它总是有能力在瞬间将我的黑暗地带击碎，然后为我注射强大的精神镇静剂。手啊被抱圆了啊，抱圆了，哎，像抱个球似的。爸，哎，王爷爷吃早饭啦！哎，等我们练完这趟就吃啊。让阿姨尝口就尝口，让阿姨好，叔叔你也来一个，吃，行吗？似乎巴黎温暖的阳光，也顺着网络被传递了过来。让我还来不及去细数雨滴，乌云就已经悄悄溜走了。思雨告诉我，悲伤和痛苦总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失去自己，要学会对自己说对不起，更要学会对自己说没关系。我忽然间明白了，也变得更加坚定。董事长，欧总他还没来。你跟我来一下。坐吧。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林小姐，我希望你能够主动辞职。只要离开欧阳，集团不会向你索赔违约金的，反而还会再给你15个月的薪资。人事履历方面你也不用担心。我会向同样有实力的公司举荐你，这是我给你最好的条件了。董事长，我想你肯定是看到或者听到了什么，所以才对我和欧阳之间有所误会。我们只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别的什么都没有。我给你的条件你不满意？如果是因为昨天大堂里发生的那一幕，我可以解释，我说的那些话都不是真的，是在某种特殊的规定情境下不得已而为之。对于那种不实的言论造成的恶劣影响，是我考虑不周，我道歉。如果是因为我工作能力的问题，您一句话，我随时离开，我任何条件都不要。但是现在，只因为一点风言风语，您要我辞职，我不接受。我知道您的顾虑，但是还想请您给我一次机会。即使我现在离开，众人对我、对欧阳的看法，并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为什么不能留下来为自己翻案呢？其实在我看来，欧阳并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么不学无术，他还是很有能力的。等我自证清白之后，我再离开也不迟。您觉得呢？董事长，您觉得呢？
上半年度公司在纸媒、网络媒体、电视媒体以及线下活动所投入的资金比例，已经超过了我们全年预算额度的65%。这一大早你去哪儿还要了？配合几大时装周宣传和推广，以及购买各大电商的广告版面。坐吧，坐吧。我打断一下，各部门主管都在。我宣布一件事：从今天开始，严令禁止集团的员工在公司以及网络上传播欧阳和林美雅的流言蜚语。林美雅是欧阳的秘书，仅此而已。一旦再让我发现有人对于他们俩的关系进行无端揣测，欧氏随时请他走人，不论是谁。我说完了，继续吧。关于这次新品发布会的实际成本，我们必须要控制在这份预算的50%之内。我看了一下，目前的整体宣传方案，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我们一定要记住之前方案的精准，直接体现在活动的宣传效果上。我可以接受成功或者失败，但绝对不接受平庸。所以，董事长，集团下半年的整体宣传方案的执行工作，我想交给欧阳来全权负责。您觉得呢？好啊，没问题。好，欧总，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了。我会让相关部门全力配合你的工作。你怎么那么干脆就同意了？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状况？你先告诉我，我爸跟你说什么了？你先回答我的问题。还是你跟我爸说什么了？昨晚上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替你死扛啊！啊！怎么今儿一早他突然之间就站在咱们这边替咱们说话了呢？啊？这么说，你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我凭什么相信你？我可以用我的人格做担保。林小姐，请你告诉我，在你心里，欧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刚开始认识欧阳的时候，我以为他就是一个满世界跑着玩，一个出生在有钱人家的寄生虫。可是通过我和欧阳拿错箱子，我才知道，他并不是在满世界跑着玩，而是在打自由搏击比赛。打自由搏击比赛？是。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赢过，总是被打得鼻青脸肿，浑身是伤。他一直不回来，就是因为要在国外养伤。伤还没养好，下一场比赛就又开始了。就这样周而复始，不知疲倦。欧阳的箱子里，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和自由搏击有关，唯独有一样，就是董事长您的全家福。他打自由搏击，说明他内心有着强烈的想要证明自己的渴望。他不希望依附于任何人，不希望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孩子。他走到哪儿都带着家人的照片，说明他内心渴望着家庭的温暖。总之，我认为欧阳是一个聪明、善良、富有正义感的人。我相信他，我相信他能成大事。
早上董事长来找我，他让我主动提出辞职，我没同意。我告诉他，即便我要走，也要让别人解除了你我之间的误会之后，我才能走。就是这样。就这样。哎，说实话，我爸是不是给你开什么条件了？要不然你怎么突然之间跟我统一战线了？还这么关心我的死活？你不是特想从这儿辞职吗？第一，灰溜溜的走掉，不是我林美雅的做事风格。第二，要想证明我的清白，就要先证明你的清白。所以咱们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们必须并肩作战。好了，说回正题，我们接下来要面临的是下半年整体宣传的第一炮4场秀。4场秀啊，欧阳，以咱们目前拨下的预算来看，根本就支撑不下来，而且还没有算重新策划整个方案的时间成本。咱们现在是要钱没钱，要时间没时间。更何况，所有人都能看出来，你姐她在故意刁难你，你怎么能那么主动积极的就把这件事情应下来了呢？我当然知道他是在刁难我，所以我就更应该积极主动的把这事给赢了，要不然不就是我欧阳怕了吗？哎，我练综合格斗已经5年了，大小赛事参加了无数，不怕你笑话，前4年里我连1轮都没赢过，我就这么一直输，一直输。输得我都烦了，我就告诉自己，欧阳，你就别参赛了，你放弃这项运动吧，你没这个天分，你不适合，你安静的做一个纨绔子弟不好吗？但是我又一想啊，凭什么呀？人只能活一次，凭什么我的人生要在你们的话语中抉择呢？所以我就更加的努力，努力训练，研究技术，制定战术。就这样，哎，我今年终于过了第1轮。其实我知道，在很多人的眼里，我就是被我爸推到台前的一个提线木偶。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其实这跟比赛是一样的。其实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连输的勇气都没有。我最终可以接受我离开欧氏集团的身份是失败者，但是我绝对不允许别人叫我懦夫。再说了，我欧阳又不是吃素的，我连1拳1脚都没打呢，他凭什么就认定我一定会输，对不对？像，实在是太像了。原本呢，我也没抱太大希望，可是之前绑架您女儿的绑匪当中啊，有个人还是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于是我就根据他提供的地址啊，询问了几家当地派出所，还真找到了11年在沙顶镇登记的居住证信息。他们现在在哪儿啊？林先生，您的心情啊，我能理解，但是中国这么大，找1、2个人哪那么容易啊？从11年到现在啊，这母女俩据说辗转了很多地方。哎呀，好在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他们的身份证信息，总比之前漫无目的的大海捞针要强多了吧？哎呀，是，真是太感谢你了，不客气，麻烦你了。没事吧？哦，对不起啊，我先接个电话。好。小雅，怎么了？爸，今天晚上我要加班，我得晚点才能回去。
这怎么刚到公司就加班啊？我这不是正好赶上公司新产品研发的关键时刻吗？我们产品研发部的同事上上下下的都得加班，我一个新来的，我不得表现表现？那好，哎，那记得晚上吃饭啊，可千万别因为工作把自己身体给搞垮了。另外，你下班之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我去接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晚了回去不安全啊！哎呀，爸，不用了，我都多大了？等我下班以后，我叫辆车就回去了，很方便的，你别担心我。那好，那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哎呀，好了，爸，我知道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得进去工作了。哎。终于有你们消息了。你看看，你又来。要不是妈的病，会直接搞离婚，也不会有家不能回跑到泰国来，更不会去坐牢。乔乔，只要你这个样子，都是妈连累你。妈，你死了算了。妈，你看，你就非得给咱俩都说哭了，你就高兴了。我这不挺好的吗？你这两天清醒的时候就叨咕这两句话了。我看你现在正常的时候比你犯病的时候还吓人。不许哭了，哭了愁死了。别哭了，我可不想要那么难看的妈妈。